打定对这里的 technical problem 的差都是解拉说。这里刚刚有一些技术问题哦，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那今天呢是特殊祈愿法会。那之所以叫特别祈愿法会，是因为跟以往的正式就是一届一届的祈愿法会做出一个区隔哦，所以称为叫特别的、特殊的祈愿法会这样。那这一次的法会举行的地点就是在波卡仁波切的这个佛学院，也就是我们冬季辩经法会结束之后，就继续就举办了这个祈愿法会。同样透过网络，还有印度、尼泊尔、不丹很多寺院也透过网络来一起修持参与这个祈愿法会，这个特殊祈愿法会。所以首先借这个机会，要向所有与会的所有尊贵的堪布、阿舍利、主古等等，还有僧节大众首先要问候大家扎西德勒。那大家也都知道，整个这个噶举祈愿的这个发起，可以说这个种子吧，缘起，就是在1980几年，就是波卡仁波切当时就在布迪嘎亚就举办了这样一个法会。当时法会的规模并不大，很简短的一个法会。但是因为这样子一个种子的建立，然后在上一世的这个波卡仁波切的这个带领之下，然后就不断的茁壮。然后我从2000年开始，我就参与这个祈愿法会。大概从2004年开始，我就开始参与一些整个祈愿课诵，还有一些规矩上的制定，课诵内容、规矩上的制定等等。所以最早就是前一世的卡鲁仁波切还有对不起，刚漏掉卡鲁仁波切，还有再来尊贵的波卡仁波切，他们二位的恩德之下，然后所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在这样子波卡仁波切的这样的佛学院能够举办，还有这么多的僧众能够聚集在一起举办，那我觉得这是噶举历史上也是很难得、很殊胜的一件事情。那这几天我主要想要讲的是阿底峡尊者的一个简略的传记。那尊者对于这个藏传佛教来说是有很大的恩德，尤其噶当派的教法弘扬也是有很大的恩德，还有这个尤其达波教法来说，像达波仁波切冈波巴大师，他年轻的时候学习的就是噶当派的教法，之后他亲近弥勒日巴大师，学习了那罗六法等等的法教，所以之后冈波巴大师在他带领教学弟子的时候，他主要也是以噶当派的道次第在大众中主要教学的是这个内容。
那除了特殊对于一些特殊的弟子才会给予这种大手印的教学，所以这就是特殊的冈波巴大师后来传承下来的这样一种结合了噶当派的道次第还有大手印的这样子的一种教学方式。所以总之呢这一次借着这样一个祈愿法会我想简略的讲语这个阿底夏尊者的传记，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准备的太好，但就尽量的做一些解说。那首先说一下尊者的出生时间，这是大家应该要知道的。这个以年代来说，是出生在这个西元982年。那么在仲敦巴大师所写的尊者的一个这个传记当中，有一段这个记文，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可信的一段文字，就是说上师遍知主阳火马年生，所以有许多不同年份的说法但是仲敦巴大师所写的这一段文字是大家觉得比较可信公认的。那这个换成这个公元西元就是982年。接着呢是他的出生地是哪里呢？那么就是出生在古印度。那么古印度呢可以分为东西南北，再加上中，所以就是东西南北中这样的可以说5个方位，所以也称为叫做五方天竺。那这样的一个用词主要呢是像是唐朝的玄奘大师他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等等一些中国意识著作当中会有这样的用词，但是这样的用词五方天竺在藏族的一些著作当中比较少出现。总之像现在菩提伽亚一带就是中央中间所以说呢菩提伽亚不仅仅是古印度的中央，而且从佛教的角度来说也是中土那么因为它是佛法兴盛的中心不只是因为佛法兴盛，那它也是这个四众弟子有在的有聚集的这样的地方。那么阿底峡尊者呢，他是出生在五方天竺中的这个东天竺，也就是东印度。那么在仲敦巴大师撰写的阿底峡尊者30赞颂文那当中就写到一句话说荟萃之境孟加拉，有这样一句话。那所以换成现代的位置来说那这就不属于印度了，而是属于这个孟加拉。所以这就有一点像在说释迦牟尼佛他是出生在这个古印度，所以说呢他是这个古印度人。但是如果是现在，我们可能要说这个佛陀呢是出生在尼泊尔了，不能说他是出生在印度，因为现在的这个佛陀诞生的地方兰比尼园兰比尼鲁宾尼呢，他的确是在尼泊尔境内所以阿底峡尊者也是同样的情况。
反正呢，不管怎么说哦，就说尊者他具体的出生地点是在哪里呢？那么依照那措译师所写的阿底峡尊者80赞有这样一篇文字哦，当中就有一句话说：“东方萨霍尔，此处有大臣皮诃罗普尔。”有这样一段话。那么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出生的地方就是现在孟加拉国的一个县啊，叫做孟什干杰孟什干杰县。那这个县，它古时候呢叫做什么呢？它就叫做皮诃罗普尔。所以你看到那措译师他的这个著作当中也有提到，这里有一个大臣，就叫做皮诃罗普尔，这是这里指的这个地方。所以根据孟加拉国的文献记载，在西元10世纪到13世纪中期那这个地方就是皮诃罗普尔，它是3个王朝的古都，也就是詹陀罗王朝、还有拔摩王朝、还有希纳王朝这三朝的古都。而且呢，它也是当时整个中亚的佛教中心。而且是早在西元7世纪的时候，唐朝的玄奘法师他就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就是皮诃罗普尔，而且呢也留下了相关的一些记载。所以这就是尊者他出生的这个地方。这叫做现在孟加拉国的叫做孟什干杰县。那么他出生的家族是什么呢？那么据说他是出生在当地的一个王族。那据说他是这个巴拉王朝的这个后代。父亲他父亲的父王的名字叫做善圣吉祥，母亲呢叫做吉祥圣光。那么他们一共有3个这个王子，一个叫莲花藏，再来是叫月藏，再最小的叫做吉祥藏，这样3个王子。那么莲花藏就是长子呢，就继承了王位。那再来2王子月藏就是阿底峡尊者。那他的弟弟吉祥藏后来呢也出家。那据说他不仅出家，后来他也到过了这个藏地，就是他到藏地去看他的哥哥就是阿底峡。但是后来好像就总之没见到，因为那时候尊者已经圆寂了。但总之据说他有到过这个藏地，就是阿底峡尊者的弟弟就是吉祥藏。总之讲回来据现在这个孟加拉国的文献记载这个他尊者他的父亲叫做噶亮真扎。当时呢他是有一个叫詹扎王朝，对，就是詹扎只是月亮的意思所以他是这样一个月亮王朝的这个第3任的，他是当时的一个国王。那所以他是第3任国王。那在位的时间呢是这个975到1000年。
所以在种敦巴大师对于阿底峡尊者的一个赞文中，就有一段话说：“贵族萨霍尔王族。”那这里就提到萨霍尔这样一个词，有的时候萨霍尔是指一个地方，但它有时候又指的是一个族的名字。那么，但是在这个清史这部著作当中解释说，萨霍呢，它是印度文的音译，它有善妙等等的意思。所以我猜呢，这个词呢，它不是一个指一个王族的一个族名，我觉得它可能应该是个形容词吧。它就是在形容这个王族呢是很善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哦。所以这里知道阿底峡尊者的他的诞生地是在孟加拉这样一个现在孟加拉这个地东印度。那同样在赤松德赞时期呢，就是阿底峡尊者出生前200多年前，也有一位吉护大师，那他也是来自这个地方，是东印度。那据说呢，阿底峡尊者就是吉护大师的后代因为在仲敦巴大师一样的对尊者的一个赞文中，就有这么一句说他是吉护菩萨之后代，有这么一段赞文。所以这么看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藏传佛教影响非常深远的这2位大师，可以说都是东印度人，而且都出自同一个世系说起来也是非常的奇妙，可能有什么特殊的因缘吧。那以上简略的就说了，这是阿底峡尊者出生家族。再来是讲到少年时期的阿底峡，他幼年的时候的名字叫做月藏，从小就聪慧过人，然后同时呢孝顺父母，同时很特别就是他长得呢非常好，就是英俊潇洒是人见人爱。所以呢，就是连他本人都曾经说过，由于自己这个相貌不俗，所以后来他依止的所有上师都很喜欢他。所以尊者他是这样一个从小就是人见人爱的，也是跟他的这个长相也是有关联的。那还有很特别一点，就是他从很小的时候呢，就可以亲见到这个度母，也就是他最主要的这个本尊呢，就是度母。所以他才应该是他刚出生没多久之后吧。总之在很年幼的时候，就有一次呢，他在皇宫里，所以尊者他正他睡卧的这个床铺他睡在那里的时候，总之他就听到这个床下方发出很巨大的一个声响，父母就很紧张赶过去跑过去看，就发现呢有一只原来是
一只很大的大蝎子掉下来，大概是掉到了他的床前吧。但是尊者他一点也不害怕。总之呢，后来那个蝎子呢，他自然就后来就也离开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尊者也说，一般说在见到本尊之前，或者说在得到成就之前，就会发生障碍。这就是一个证明了。这是后来尊者有这样解释说，为什么呢？因为隔天又发生一件什么事呢？因为隔天呢，又发生一样突然发生巨大的一个声响。这时候父母又很紧张，又跑到他的房间来。这时候呢，这时候他的母亲就看到说，这时候他的床前是有一朵刚刚盛开的一个青色的莲花。据说当时呢，阿底峡尊者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他看到的是杜母，他的母亲看到的不是杜母，是一个青色的莲花，但是阿底峡尊者看到的是杜母。总之无论如何，就是据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尊者就能亲见到杜母，而且能够一直不停的得到这个杜母的加持。所以自此之后，只要心中有任何的疑惑，然后他只要在杜母的这个唐卡，这大概是一幅绘画，总之在这个杜母的画像前呢，他只要放置这个贡品，然后祈请。然后有时候杜母可能直接给予开示，就算没有给予开示，他只要这么一做了之后，祈请供养之后，他心中的各种疑惑、各种的这种细论自然就会得到了这个开解。所以这是他从小很特殊的一个能够亲见杜母、得到杜母加持的这样一个事情。马贝波鲁利亚，安尼七瑞贝个扎达三马提出讲，安尼然后呢，在他10岁的时候，他已经对医药学文学、艺术等等各方面，他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那么21岁之后，他就更深入进而学习到许多印度教还有佛教方面的梵文文法，还有音名，还有古印度时期64译等等，他都可以融会贯通。他贯通到什么程度呢？依据这个有一个《译师80赞》里面有一句话说，有一段说，他21岁时就精通64译，而且对于各种工巧名以及梵文跟音名也都精通。那举个例子来说是什么呢？就是在尊者他15岁的时候，他听过了一次有一本英明的著作，一部著作叫《正理低论》。那么这时候他就和一位著名的印度教的学者，他就用这个佛法的英名来进行辩论，最后是对方大败。那从此呢，这个阿底峡尊者他就这个声名鹊起那这个是依据有一个叫格西卓隆巴他的这个记载。那之后，他尊者到了这个藏地之后，那时候他也跟藏地的大师有很多的交流，所以那时候他就发现，他就说，那个藏地呢，根本没有人懂得什么是声名，就是梵文声名。那当时尊者跟在身边的像是一个侍者吧，就是叫庞敦。
总之呢，他很会念，他会念这个观音咒，就长咒，所以他会念这个观音咒，然后念的时候，别人也能得到加持。那这时候尊者的解释是，他庞敦念出来这个咒声有加持力了。他念让有加持，是因为他的咒声，而不是他的咒声有加持，而是因为他的善心有加持力，不是因为他咒语就是梵文咒语念得多准确而有加持，而是因为他的善心而有加持力。所以后来有时候尊者他手痛，他还会把庞敦叫过来说啊，你帮我加持一下。然后而且说呢，因为你有善心嘛，所以你帮我加持，所以你就具有加持力。同时，尊者也跟藏地的一些大师交流说啊，对于音名部分的交流，他就说藏地没有这个音名。所以你们是绝对辩不过那些外道的。所以你们不辩论还好，如果真的要辩的话，你们是绝对辩不过这些外道的。所以这一段就是说，尊者他是精通声名、精通音名的。接着呢，简单说一下他对于密法的学习部分。一开始呢，尊者在进入显称的显宗的教理学习之前，他是先学习密法的。在他22岁的时候呢，他在一座名为黑山寺的寺院，他亲见到喜金刚，得到空行母的授记，然后同时也跟随一位大师叫做罗侯罗古达，然后而且在这位大师跟前呢，就领受了密乘灌顶，得到了这个喜金刚的很多密乘灌顶，而且得到了密号就是秘密的名号叫智慧金刚。同时呢，他也跟随这个阎罗瑜伽士，叫做伽玛拉拉奇达，这是很具备大能力的这样一个瑜伽士，他能够将酒转化成为牛奶，甚至能够用他的这个卧具然后盖过恒河而渡河过去等等，他也跟随他学习过很多密法。再来还有他年轻的时候学习密法，也跟随过另外一位大师，叫做阿瓦杜迪巴。阿瓦杜迪巴同一个名称的大师有2位，一位叫大的阿瓦杜迪巴，一位叫小的阿瓦杜迪巴。这位是大的。总之呢，跟随这位大阿瓦杜迪巴，有的人说是跟随了7年，有的说是跟随12年。依据纳措义师的说法是跟随了9年。跟随他的时候，主要学习到的是中观的哲学思想，都是跟随他而学的。这位阿瓦杜迪巴呢，他是一位瑜伽行中观师，所以尊者呢，主要也是持有瑜伽行中观的思想。为什么呢？有一次这个应该也是一些藏族的大师吧，就请问尊者说，你为什么持有的是瑜伽行中观思想？他就回答说，我也曾经问过我的上师阿瓦杜对吧，一模一样的问题。当时呢，我的上师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他说，我是因为这样的思想，让我彻见了佛法，就是见到了实相。所以当时他就告诉我，你也要持有这样的见解。所以
他是持有中观见的这样一位大师，但我想他是主要持有中观自序派的见解。但是当然，藏地很多人说他是持有中观应成派的见解，但是这里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尊者还有另外一位著名的上师，就是有位叫做宝生极静叫做香提巴大师，他是当时呢非常著名的这个唯识宗的大师。当时呢，他在教学般若八千颂的时候，他就针对于中观的见解，就逐一的去给予这个破斥，就说这个说的不对，那个说的不对，就一一的去破斥。当时尊者就听着，但当时呢，尊者听完之后，他反而因为他的上师对于中观的破斥，他反而帮助他更对于中观的见解有更透彻、清晰的了解，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所以噶当派很多上师就说，这个祖师都说尊者呢，他其实是虽然说叫做瑜伽行中观派的大师，但他是对于月称论师是有很大的信心的这样一位大师。那么尊者在跟随阿哇朵蒂巴的几年当中，他们师徒之间呢，从来不会有这种世俗的任何交谈。那么有的时候，尊者会供养上师这种像经的曼达的这种请法，但上师也不肯说法。那有的时候呢，完全不请法，没有请法，但上师却又好像时间不够了，急着要跟他的，然后马上跟他说法。所以就有的时候请法，然后上师也不说，不说法的时候，没请法的时候，上师又急着跟他说。譬如说有一次呢，师徒两人就走在一个总之很窄的一个小桥上两个人就在那走着，一前一后吧。因为是很就是只能单人通过的吧，一个桥，所以呢，师徒一前一后。那么走着的时候呢，突然呢，上师就突然回头跟他说：“这个徒儿孩儿直到断除我执之前这个你再微小的恶行都要注意都要去避免。”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那么难走的危险的一个桥上，上师还突然回头来跟他说，提醒他，你在只要还没有断除我执之前总之你对于这种再微小的恶行都要注意，都要避免。总之呢，这位上师，他的上师阿哇朵蒂巴他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能帮助这个弟子升起极大的证悟，他是这样一位特殊的一位上师。所以尊者总之他跟随过很多上师，尤其密乘里面来说，跟随过很多得到大成就的上师学法。然而尊者他自己行持主要就是阿哇朵蒂巴的行持。这种行持呢，就是比较没有这种修禅的一种行持。换句话说，像世间白话来讲，就是像是一种比较疯狂的一种行持，就也什么都不害怕，然后有点近乎疯狂的一种行持。所以有的不同说法，有的人说当时尊者就以这样子的这种很特殊疯狂的行持
那么就是阿瓦杜迪巴的这种行持，然后修了6年，有的说修了3年等等。所以，总之他这个学习了密法非常多年，所以他的心中也升起了一些傲慢，就觉得应该没有人比我懂得更多的这个密法吧。那么有一次，他在前往这个印度西方的路上，晚上做梦，就梦到了什么呢？就是梦到了这个很多空行母出现在空中，然后示现出很多很多的密续的经典。就问尊者说：“这些经典的名称是什么？你知道吗？”然后，而且说这些都是你从未听闻过的这个密续。然后同时旁边还放了再放了几部而已，在旁边就是那些才是你知道的。所以他就梦到这样一个画面。还有一次呢，尊者的本尊就是叫杰地罗林杜姆，现身，就是真的现身来到他的面前，就问他说：“你是一位班智达咒师吗？你是一位就是说你是一位懂得密乘的班智达吗？是这个意思？你是一位懂得密乘的班智达吗？”尊者说：“是，我懂密乘。”那尊者就说出了几部成就法。就问尊者：“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法？”结果尊者就是说：“我怎么从来没听过、没见过这些法本？”这时候杜姆就说了：“那你认为自己你精通密法，这不是太傲慢了吗？”接着杜姆还说：“在人间的这个密法只有像马鬃毛尖那么少，大部分而一切的这个密法，全部都掌握在这个空行母的这个手中。”他就这样说。说完，这个杜姆就消失了。那这时候，尊者的这种自以为懂得很多密法的这种傲慢呢，也就慢慢得到了降服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他出家之前，我们知道阿底峡尊者其实就学了很多的密法。那么我想明天可能我在讲他尊者就出家之后的一些因缘。今天因为时间有些迟了，那么接着我们就进入到课诵。